起日復日嘅工作，即刻想轉身攬住床上嘅戀心，暫時忘記我身份，即將夠鐘嘅短針和分針嘈吵嘅聲音。點解有工返定冇工返都唔開心？點解有錢賺定冇錢賺到個敏陣？點解處處問點解？不如先了解自己係咩 type， 究竟要咩 life？人生的確係一場苦，係冇辦法估最後嘅痛苦。No matter I will stay with you， 咪再嘥時間對自己作無謂嘅踐踏，係時候選擇愛人嘅資格，先向自己轉達真誠嘅表白。想要乜自由同望內心嘅表達，想走得即使過程中藉住掙扎，仍然有方法保持覺察，為自己鎖成係每個諾言作高負責。這麼多問題多問題不怕失禮，只怕失滯。每日喺度不斷諗計，把啲情緒控制。人生本來就係一個謎，充滿問題，其實到頭嚟就係睇你點睇。日日夜夜每人24小時睇你點使。既然時間只會流逝，只會更昂貴。所謂眼前嘅一切只管是實或是虛偽。先放低手上嘅手機，唔想睇到手機上嘅信息，被逼而受氣，不放大五官，感受生活，唔係喺呢個資訊超載嘅時代製造更多焦慮同 outdate。冇錯，依家個現實環境就係要逼使我將眼前困境一一看清，去打破曾經嘅循環，轉往內心傾聽，揾出真正屬於你生命中嘅一個使命。到底要點立足先為之叫正常？受盡灌輸教育，把你訓練成一隻羊，你越係害怕衝突，越係害怕迷失。可惜冇絕對嘅唯一，唯獨你普世嘅準則。遇到挫折同失敗，感到糟糕，再也不想去抵賴，唯有親自操刀。即使 I'm not upload 喺人生劇本份稿，唔理話結果定預先寫好到結尾，起碼有做到。20年之後未來，仲有冇未來？仲有幾耐先停止上演這場軍備競賽？每日用生命戰鬥，務求跟進社會節奏。難道只係為咗佔有眼前每棟樓底嘅結構？然之後係咪依舊去接受時間被換成自由？是否甘願去接受為生命打上支夠？等到即將接受嘅時候，萬般都帶不走。該放手嘅時候，請你放手。即使依家感覺路途上幾咁坎坷，可能未必經歷過你嘅經歷，但希望你會用最敢試、最敢作嘅態度去感覺，用最真摯嘅情感面對之後振作。明白的身受唔同嘅職責，接受唔同嘅情緒，若過分抑壓，小心一觸即發。時間的達30念頭似是浮雲，可惜唔會即刻消失，唯有望絕面浮沉。一天天裏的退避，身邊好友都覺我不趣味，只怕不理解陷入這傷悲，想得太過多，再次扯開這距離。